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以色列轰炸叙利亚军事总部，造成3个人死亡，而且警告讲莫干涉德鲁氏族的事件。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国讲各方拢已经同意争取下会叙利亚暴力的冲突会当来收煞。目前叙利亚这边是希望会当化解这个局势，不过以色列是也无回应。 记者伫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军事总部头前报道时阵，所发生连续爆炸。轰炸范围也有总统府附近，这是以色列对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叙利亚政府所提出的警告，要求后境内德鲁士少数族群伫心中地带，是大威胁无受干扰。 叙利亚卫生部表示，以色列空袭造成警员死亡，以色列是表示攻击是军事目标。美国华府是想要缓解局势。 We are calling on the Syrian government to, in fact, withdraw their military in order to enable all sides to de-escalate and find a path forward. This was a misunderstanding. 叙利亚进前谴责这摆空袭是公然侵犯，想要激化紧张局势。后来佢表示欢迎相关协商努力。根据叙利亚国营媒体报道，叙利亚政府军在提出维持达成。美国表示，各方已经同意采取措施，争取今日暗时结束叙利亚暴力冲突。过去几日，以色列已经真侪摆对这个省发动攻击。遭到德鲁士宗教领袖之贾布宣布，甲叙利亚政府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按过另外一个声望更较悬的精神领袖西里吉国在接受，认为政府无诚意。去年12月，叙利亚阿塞德政权被推翻。 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叙利亚当局甲宗教也个族群等群的少数族裔一直关系紧张。根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差不多12万个德鲁士族裔，各伫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社群甲国家关系密切。公司新闻黄玲报道。